頻繁出入娛樂場卻從來唔賭博，3個月非法買賣外匯588次，男子被判刑並處罰金6萬蚊。大家好，澳門事。據內地媒體近日報導，內地男子羅某喺2024年2月11號至5月6號多次離澳，喺某娛樂場佢既不落注都唔觀戰，而係盯上咗急需換匯嘅賭客。喺冇任何外匯經營資質嘅情況下，羅某做起非法換兌嘅業務，即係澳門俗稱嘅換錢黨，通過低買高賣賺取匯率差價。經審計，羅某累計兌換港幣588次，收取人民幣989萬餘元，兌換港幣超1000萬元，非法獲利5萬幾蚊。嚴重破壞咗國家外匯管理秩序。湖北省襄陽市菊城法院經審理認為，羅某違反國家外匯管理規定，非法買賣外匯，涉案金額巨大，情節嚴重，已經構成非法經營罪。鑑於佢有自首情節且自願認罪認罰，依法從輕處罰，最終判處有期徒刑1年，緩刑1年，並處罰金人民幣6萬元，違法所得5萬餘元，依法上交國庫。而澳門自2024年10月29號起實施打擊不法賭博犯罪法，將換錢黨嘅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刑事化，違者可判處最高5年徒刑，切勿以身試法。同時，警方同內地公安部門緊密聯動，精準打擊跨境地下錢莊與非法匯兌網絡。警察總局領導治安警及司警喺2026年5月12號至到24號展開為期13日嘅行動，重點針對娛樂場同埋周邊涉及不法匯兌嘅場所，加強打擊換錢黨。關注澳門事，了解身邊事。多謝收睇，拜拜。